以宋大儿子饶问我，暗中设计，要下杀真勇。搿桩事体呢，去打儿子20万讲。这个20万讲子到流浪去讲不讲谁要听？你夫人听见就要急了。我个男讲个男人今朝只有3天，现在要用砒霜做药杀。那么你夫人拿南海到流浪打男人讲，是哪家女婿上来？关家女婿，我呢非破一死，我无论如何要放男女婿到罪。但是有一桩。今朝你无论如何，前面浪向罪孽拔出来了，你不好吃了。你非要认为一把嘴屋里撒出来了，你多好吃嘛，我也好吃。你3杯才是好酒，剩下你的1杯是毒药酒。关到女婿，你当心啊！你爱惜的杯子拿起来，只要做样子，你无论如何能吃。这杯是砒霜毒药酒，真用答应一声，那么分开。现在呢，20万，一切才是如此。一扎都听浪向当中一种把1种，从前不有的呀，把1种把了铁当中，今朝个等都有要万呢。随时那里给打开，而且一张台子啊，小女，今朝哪个手法？老夫妻要平八平手，小夫妻面对面手。老太等到看见晓得今朝该讲，一张台子4面了。那么上天不受得11点呢，一扎台子就挺脱一面，这个一面呢香炉拉起，把这个作为了，不好容人。那么老太心里头一点急点上，我爱惜的当你老男人2高的平八平手，老男人受了3岁，我受了5岁。个女婿呢，受了你上人的一面，东面。那么老太主你的哪得讲？只个女婿龙家杯子拿起来要吃，那我花银子也花不上，叫贴也贴不上，越去贴了20万着了，想起拿水去拉你个手指骨拉不上呀。距离不是这地方上楼的了呀，那么哪能发现？哎，给来夫人想出来，是老相公啊，今朝你搿等是都有要的，你老相公呢头浪烧包，身浪红包，我呢风骨摇摆，但你才是大当辈，跟你有的说一少不说一。是什么吧？台上的垃圾、香炉、座位，挪特子哪容易？你受得宽敞的，你老夫妻2家头面对面，你们上头说，那我们受了面对面，你都是要夫妻2家头面对面，那么老太有啥想法呢？靠有水了。就是女婿，咁女婿受了有水之日，做寻到爱些忘记的杯子弄出来要吓个辰光，我台子底下为何去捞？为咱们弄着叫，为何听叫你非要吃？搿点是老太想得周到。20万按国上分国上，20万只想老家想受得顺一点，宽敞点。分享上10来点，
现在听见说自家手嘛，买好大夫人，时光不早，实在吧。老相公，请啊，一岁，哎，玉梦大人，请实在吧。哎，是，请呐，还上能手，那么四面不在于人手，天不动人想，今朝个等最老日时。随时为只要啥没有，等那个班子只要吃好了，马上一件饺子送到那兵部府嘛，让你去洗了兵部府里。所以多人把酒队嘛还有啥？下人是正来走啊！旁边的过来个童儿叫佘伟。十文我身不必动儿，周杀披上罪。咁哪会得周杀披上罪呢？你吃之外唔啥事体做干，随时大人关家里，你再做个点事体还子。其实呢，一把罪物啦，叫鸳鸯壶。搿把鸳鸯壶怕啥个用上呢？十文我弄好了，预备时哎，你送满王臭味。皇帝请得来，整一部有些家贼看灯，请皇帝来看灯。你还晓得皇帝啦，多数在对些。当那绳子等了一打，就说吃么子了。随便啥么子要拿谁吃，你有吃。啥天嘛，占卜搿里向非有毒药，破死。所以想出来搿把罪物叫鸳鸯壶。一把罪物里能够杀两样罪，咁么一些的到皇帝盘头，一把罪物里杀出两样罪。你皇帝吃个砒霜毒药罪，你送吃个好罪不为死个，搿老是第二个。所以关键任务来去想办法，那么弄人工上一把罪物，咁么搿把罪物啥个么子做个呢？还是金子个，还是银子个？还是虎豹肉的，谁不是？金子银子啦，他手里向包着多个么子，要变颜色的。再过像银子块一样，你非说吃到多个么子，就让介绍点皮带啦，会得发黑的了。那么用啥个么子呢？顶好的一种叫地动色，搿地动色啊，有硬劲的，搿把罪物呢？讲起来那蛮简单，只不过搿个人啊想得差不容易。海两个好的思想一道动脑筋，我搿把罪物呢，是个一格两，每到一把罪物的当中等于两把罪物。里向呢一只罪物纸，纸个里向有两张三个罪物纸。那么上头的阶段命金，主要的问题了啥然后呢？命金子了，一般啊，假定讲这三个平区，你过门子水，你得不出个，另外有个出气个上火，你一生样个。那么两把罪物呢，有两根脖子通到后头，这个最柄了，柄个里向呢有两个洞洞，一个洞洞上头有粒红星，一个洞洞上头有粒绿个星。家庭讲呢，今朝要杀砒霜罪，那么这头子呢，拿六个洞洞吃没，好罪杀不出来了，杀出来呢砒霜罪。那么杀好罪呢，拿红星的洞洞吃没，六个洞洞空气流通，杀出来的呢好罪。历史呢讲的，搿把罪物好到哪个程度呢？拿两个洞洞全部吃没，顶到酒来杀不出。有个点矛盾，所以这个社会今朝出光人心的鲁莽实身，托出一只盘里向两把罪物，一把鸳鸯壶，还有一把搭鸳鸯壶折得一式一样，不是鸳鸯壶，到该搭往旁边一放嘛，罪物搭拿过来，就是那把鸳鸯壶，这边过发烧错特高，
定定要进看清爽，自个有什么？那么大，先拿个红的洞洞，有了红心的啦，洞洞吃没，披上嘴吃脱了，关个绿心的洞洞流空气呢，撒出来的是好酒。那么你走过来嘛，到天官门前，嘿嘿，大夫人啊，哎呀！金家都有酒，斗斗悠悠，人人上上，哎呀，请用酒吧，嘿嘿嘿嘿，烧好一杯，因为这杯子并不难大，小小的，比女眼中呢稍微大上一点点。那么再走到夫人门前，夫人，金家人人上上，斗斗悠悠，吃斗有酒，这规矩，烧好大人，烧夫人。烧好夫人下来呢，那么要烧新锅窑，新锅窑下来再进三角，这个是规矩。李南京啊聪明，倘若当中碗里盖一杯砒霜酒，留下来再烧好酒了，可以。因为这个醉壶这个前头一头呢，老实讲，两只醉壶子当中的有头侪经过的，那么这个经过一头呢，作新吃上砒霜酒。是不是头皮痛特异？不知哪不里想出来的，人啊聪明。大人们的一杯好酒，妇人们的一杯好酒，小家们的一杯好酒，一道烧脱。那么的小家们的，小家请用酒，三杯好酒烧脱，那么呢什么一杯砒霜都要醉。这头子也有方向。第二上然后呢，拿6个洞洞吃没。红心的洞洞不里流空气，烧出来个砒霜酒。两高头三夫妻面对面了，今下子你来整理，让对过来的辰光嘛，拿把酒壶，让走个辰光嘛，漂亮呀。啥天张破飞里向砒霜酒个酒脚顶了海了，不多个，摇一摇闻，娘奶吃起来，洗得好快点。到真用门前，哈哈，谁个呀？哎呀！都有酒，斗斗悠悠，人人上上，请用吧。烧好一杯嘛，最后忙正旁边另外个然后一放，真用呢来让口，不晓得了还抱着。耶，我不晓得这是砒霜酒，我总归吃仔细了。现在老上们当我讲，这个是砒霜毒药酒，吃子要细个。那么你得要看看。看看你10万门子一杯酒呢，但自家门子一杯酒差不多，没啥区别。再仔细一看啊，不你看出来的。啥个浪有点两样呢？介绍你10万门子一杯酒了，上头忙到下头必不相亲。自家门子一杯砒霜毒药酒，轻还轻的。轻的当中有一点点稳，大家这个就是砒霜。正因为有什么了？那么你带杯酒口口，老少们管叫我非要吃，你有办法救我的？我们呢，当然不吃。手让不动啊不动，动儿等到酒杀他们过来。大娘啊，请用酒吧，夫人，请过呀，小乔来，请吧，请吧，请吧，夫人都有酒。请呐，老相公，请啊！第一杯，20万拿着杯子，他撸起来了，要想哈着。哎呀，啥了？哎呀们，这个杀嘴巴有口口那个吃了，那边弄错一杯啊！这台湾不去4杯，3杯好酒，1杯都要酒。两个女婿大杯都要酒，去弄到你得来啊！都有点无事事，有点慌。谁把酒对目眼睛，对子杀子有社会了了，可社会不懂，哪不懂？看得出关，大人让吃的辰光了慌，挂你反挂你，因为这个么子吃着也细个呀。不是社会头皮痛一痛，特别去讲理呀。代理妈妈你放心，我吃子饭一日都要受这么个点事体。那是讲专门拿啥砒霜酒的，
一年在晚上日烧，晚上日烧，那我都弄错他呢。所以不就是来带你忙忙，对不对啊？请用嘴呢，多多点点请用呀。还要多多点这个样子啊，不要紧张。你因为杀得砒霜者，都不够子，不爱夫人，亲呐，老相公亲啊，你是亲呐。真用想还亲得没给讲。那么你到杯子拿起来，我也不能够不拿个，拿子嘛特意了。哎，刚就想吃不吃？拿可以拿的，我拿了水里可以啥道理？所以拿起来啊，有某大人，亲呐，亲，亲，觉得乃是拿，做样子，个夫人也要紧。我王管着是管着女婿啊，那张杯子那不要去动的。你现在拿子出来，一定拿放下去呢。老太主你得忘记他是家，所以要紧张杯子，还分为分开的嘞。哎呀呀，意思都有这，亲啊，要对有你结不得干。对了，让妈妈你放心呀，我晓得是砒霜嘴阿会吃个了，不会吃个要做样子呀。岳母大人，请呐，放下来。等到你放下来嘛，老太还放下来，双方心和定一点。那你是为你一辈子，高一口口，老太一口老男人杯酒，吓脱了。你自家杯酒还是高，吓脱了。第一杯，哈哈哈！总稍微要敷衍敷衍，不能够就是看闷吃了。啊，也是。岳母大人，今日三朝一个，少点点仔细一些。你们夫妻为主编不服，到某月嘛，唯有明日来接你们归家，送某月啦。啊！今日阿去，我不晓得是最嘛吃个菜，稍微等一些这样是的，来听你讲大也好听。今朝嘛，是不是三着？下来呢做梦啊，我们这里进到来，功夫也好，我都无来，真用呐还是好服役。哟，岳大人，但某月嘛。我们早须回来，到大人跟前请。是啊，下人正罪。有什么？那么还要再弄个把鸳鸯壶用不着。少弟，有另外有尾巴最后了还，但鸳鸯壶少的一手样，因为再用鸳鸯壶啦危险。另外弄不好就打拿过来嘛，怎么样？请用走。夫人们是就是如此。夫娘，请用走吧。沙河嘛，最后旁边一放，你是为那么心要点点，不想吃第一杯酒呀，有点紧张。啥道理？个把一把酒里撒出来，现在有调子把酒在心点点。啊，夫人，都有罪，真真爽爽，请拿。要相公请啊，请哥也是一个，夫人还是照实照样一个。等到杯子放下去了，对女婿们来看看个杯子仍然不动。哎呦，你自家个口是不会死啊，砒霜的杯要吃啊，你不吃哪会得死呀？对把酒来对个杀嘴旁一口口，一人说：“哎，不来让你们2杯，那可你们1杯也分吃，是吧？现在杀第3杯子，你打杀第3杯，让你好哈脱一口，哈哈够，那么再叫你哎，把你杀去，对，
下人正走。东头人的意思。那么，李福清呀，你到200或者2高头一头上便当，那么大里大个旁边，我呢拿把酒壶拿了水里，顶了子里上，杯要大里烧，福清一杯半杯要吃，得了，拿把鸳鸯壶拿到水里，老洞洞吃没，烧出来的砒霜酒拿喝了水里。那更少客气，只要进来还是，所以大人妇人们的进好嘛，谁等这一杯？哎呀，那么大娘啊，新姑要晚饭吃个了哇？是啊，医生来，干杯呀！大人妇人才2杯子新姑呀，那么那几三年那一杯动啊运动，老实讲都有酒。头头悠悠，人人上上，起码2杯。来呀，那现在同人打来了，判杯子呀，来，干杯呀！来呀！那么个真勇将子，真勇上来打，你想敷衍，杯子拿到水里嘛，哎，有某大人请。现在就说拿子起来嘛，一个打你干杯。冬儿最无恼喝了，根本哪弄法子呢？不离不知哪想出来叫法不？哎呀，有王大人，下水不会饮酒，今日都有罪，一定要喝。那你吃醉吧，你不妨稍微点点轿子送为夫人。怕是什么啊？新姑娘，你说得出个，自家一点点个嘴巴会得吃醉个了。那么自家非一日头啊，搿只杯子比较小，男人吃个半杯，因为那个嘴烂着。那我当你第二点热酒呢，喝他半杯，2点热个下去，吃了让11点。来娘，啊呀！真用上那么会接在。就说个这杯子拿子起来放过来着，你哪弄法子呢？对了，让妈妈，你快种非要吃，我是非要吃呀。现在来看，2个人别老子上，一个半杯，一个顶老子，当然摸一摸。那么个这杯子放不下来，突然往自家举半边上移过来，这个哪弄法子呢？真用实在弄这样子。对了，让我们看看你害我非要吃，我是非要吃。现在龙家真正不吃了，你都还要你心的呀？你哪得里不吃？还是啥人讲不跟你听过在？这个事体也讲的着。让回旧归头人光嘛，真用龙江往几半边扒过来嘛，说叫搞空杯子往台上扛一放，你是为一个脚，不爱的，是的。我只要吃一杯好，这个一杯子下去，到底细腿都要走，用不了多吃的。还晓得你们各一口哈口，个老太接得了水家兵营，哪老主个家叮叮进门下脚，跟你来阵受了撇得个呀。对头你妈妈哪得了？起点来做关键，你非要吃，娘拼子劳命了救你，根本你哪好吃的你？谁要这样个辰光接得来，整个眼里线脚要下来挂着，那两个生命啦，哭也不能够哭的，这个哪弄法子呢？真用独自下了雨，那来真细水而坠落泪。这条线叫眼里下来，眼睛冰日了咯。对你妈妈，你啥个道理呢？想我不
把父母冤屈记心头，杀日情深为何去？清清爽爽，你自家一脚讲，我为地上，我为只要把父母有仇，所以你不肯死。那么你那现在吃杯砒霜酒呢？上头的亲生杀敌呢？那么娘刚生了流浪叮嘱那个闲话，忘记他个啥？放在娘亲恩，路途一定做。家里道理好看，彼此都用功，真多够几次。送正门家哈巴有谁？娘的来讲，要把人最大出去，用功真多。那么你现在上天也死呢？你倒是苦悲饮了砒霜酒，你倒是增加又缺一边狗，来真是没家计，他发了罪。那么你哎，我们家不讲，多少对男人那可能上体，对娘妈妈，你哪弄法子？老大给。那么整个睡觉病人带女婿口口男，我是个天天满足，你现在忘记的哥哥的啊，那个会拉起来，砰一口就喊。这一想啊，没办法，那么让你恰恰进去了的，老头被子拿起来，那个面孔上两样子，不两刚刚，意思，哎是，在。听呐，你就拿呼吸头白吃吧，你索性吃吧。哎呦，曾永祥非要拿老上就挖他之家，这对过高小茫茫，觉得不得了。可是这个样，眼里让眼当里滚了滚这样。对里头妈妈你都放心呀，我分吃个药。那么其实真用安全呢，那的确分吃个，吃只要死一个药。按说张开只眼睛吃砒霜酒了。那么这个办法你少辰光想上个你的急中生智，并不是预先想好。刚准是龙家子，杯子拿到手里，那不里头两个人逼了个子嘛，拿到纸旁边，真用想不恰也讲。不里头费了疑心，让把过来的辰光嘛，个老弟这个吃走了，你在中西里向就看得出个，大跑扑跑，不要跑手做一做啊，亲啊亲啊！真用技巧个张手指波浪做人光呢，因为手指波浪还有一块叫手泡，得了，回过来嘛，技巧得了有手个臂波浪。真用杯子到纸旁边么里的想说，咦，上天我要吃砒霜酒，吃只要死一个呀。现在得了，外头做么难为精神，这杯酒用不着吃得个，一个头往后头让一让，想说是吃醉，其实不是个，这杯酒说叫往手指锅里磕了破的。
这别个我得个方法有点道理个，因为现在是轻个地帮我抽，着个衣裳比较单薄。那倘若慢慢说那个这杯子收入并不多，那随时俺往水之锅里磕了一刀，水之锅单薄，最哎呀滴哩哒啦滴下来个，不然你10万人就看出来，真用哪弄法子呢？你说叫比波前期，往个比波浪向磕一刀，那么的最呢？叶子个比波，如果比波叉子，旮旯子底下，望准眼里流下去，所以眼里向个的口子大浪的全部吃个砒霜水，你上办法个，这个办罪都不是毛了，亏来行。那么我白讲清爽讲，杯子并不多，小个，倘若像现在对个玻璃杯，嘿嘿，可是那非是。真用着件单薄衣裳，4年面面孔嘛，这样给他滴哩哒滴哩哒滴哩哒，要装一个承诺子，不来这样。杯子比较小，还可以，所以我这杯子打一放嘛，刚起刚哎，再不一个心不来了上。啊，娘子，请呐！你说我分吃来多人，岳母大人，哎，请呐，分吃分吃，啊！哎呀，老太对女婿口口里个头，像鲨鱼滴了浪油，意思里就是当我老师，个白嘴分吃个，分吃么？你白嘴到头啊？啊？对对，叫边浪口口不走完。哎呦，女婿啊，别进来了，我为这个吃西法，一辈子走边头的完，再对里张吃一口嘛。女婿白嘴分开，你哪看得出？因为真用10年压力一压天分困，一个人的虚后热上来，一个知人必发所谓。照规矩呢，今朝7字走了，走了知人必让够。现在的知人必应该要找女，现在看你个知人必，哎。神就孤少的人，给他晓得分吃分哎，老他做你的肌肉分吃嘛，你少客气。那他们我放女婿的辰光做不动子，但是老他灯子一心，还致力向社会敷衍他的样子。女婿啊，哎，是岳母大人。某月嘛，我命人来接你们回家啊！你们在家等于日了。哎，是啊，这里个句闲话讲完了，要是夫人起个杂水拉肚皮了，这个样吃上收妹子人，哦哟，觉得那么个杂水人往肚皮上一封。想吃上个收妹子，你10万才口好啊！夫人，哦哟哟，老相公，今日为我妾身3日之间，腹中疼痛家，哦。就来带个杀嘴旁一口口那样细夸着人家的杀出一杯嘴来，哈！你吃啥子我个高兴着玩？杀嘴个社会还好哎，那啥的这个妇人我的肚皮痛哎，个肚皮痛面对不对了，我烧得蛮清爽，烧上来吃么是红个东东，喝嘴烧出来。你懂烧3杯，3杯烧好，留下来烧个砒霜粥，不能真用吃个。那么下来个把粥我不用个这样，我全部烧的是好粥的粥呀，搿哪会得妇人肚皮痛呢？哎呦，阿会得，搿人里向有个蔬菜，有个东东。那么个砒霜粥流到好粥里，好粥里流到砒霜粥里向。混个子，哎呦，
可是洗起来一头包，全部吃个人热死一个呀！哎呀，慌了啦！所以得了宝贝们，爱心人定呀呀，你们哪弄法子呢？这人光的夫人做得这么真像，那么再来呀，老相公，妾身是真夫内等同，将为上程度，不能再应的。他身体立起来，相公，带我上路歇歇去吧。旁边这个真勇做功课，一看我们老上举我个办法来着，你听见？肚皮痛着，咁啦，我们来问，啪，身体立起来啊！岳某大人，受此腹痛，得小婿背部上路，侍奉大人。哎，不必去的。你是来带你口口，你也要痛快的呀！哎呀，你喝上去呀，那是流浪龙子两个哇呀哇呀肚皮痛还弄得里去。医生，哎，你不必去，不必去，不必去啊！哦，如此嘛，岳某大人，做下当心了。老他祝你的偶上之旅，我打你，今世是否是帮得上对，不晓得。那么，哎，我当中要不举报不理。你是岳某大人，你们再多饮几杯，是少点点地要为丈夫重啊。那路上当心哦，小婿遵命。一言如黑。你该打什么饺子的兵部夫人不晓得，我让打你说，你要到处王人要到湖南去流浪当心的。夫人开上老相公，去身上路旁边我的夫人当心啊！夫人叫丢他当心。我夫人嘎啦子丢，这个是你是危害夫人，当心了。老他一路。一步，这两步路才从个木米呀打发上，杀的有意人。但是老太走了走，走进边门，这张小叫跨进边门时，啊对，他打快走呀，快点走呀，他给夫人快点走呀，得，上老太。都子流浪房间里守定嘛，丫头，他犯罪故意。哎，第一步嘛，我们的鸡是什么呀？哦，这点基础是个第一步嘛，是一战。那么他为第二步了，还了哇？现在嘛，啊，要你们两个人去做哦。那做你们快下来，啊，亲自拥抱。我亲自用把你们这老一批让路来，只要等老一让路呢，故意就好到嘴了啊！哎呦，对吧？对个，哦，亲自用吧，那么去办呀？这哦，夫人啊，你走了，哎呀，都是地方好走了呀，啥的啦？亲送吧呀？你给他完了还啥的啦？咦，你还不来呀？听不来呀？阿拉给他啦？因为来要么老听老话，老听了嘛，得听老海的了，给他完了海子啥叫？听老海，火灯火的，小人光海的当讲，你们北海还在，也得在，那么还了等，好了，然后他们收了房间，两个卧底等到闭门口，要紧叫打出去了，这样差不多了。回来呀！都是地方好走。哎呦来呀，不得了走来呀！个女士来好听见闭门白雨的汪啷喊出来，这个人晓得流浪出子事体的呀官，来呀呐，来是不得了着。哎，你夫人得知流浪是。那是受啊，不能受。那么刚真的鼻痛嘛，来是讲，老给他听老子为何的是个了呀，那是得知流浪是做的，那不是这玩，受嘛不能受。哎，但是
那刘备老小来滚起了，滚起下来哇！哎呦，我对想这个我对说的他结棍子哇，流浪也不让滚，那么在喊我的要，哎是呀，那个呀，被压到咱们说部队锅里吃了个红的颜色，不知啥么事哇！你哪弄出红的颜色来？这叫另外我对在想不落噻，打不落个这样，哎，这个是呀，来要做个快点上去，不得了噻！好，丫头们带呀喽！啊，一是岳父大人啊，岳某如此不同，得小婿上路。哎，侍奉大人，母去请得否一旨。你那为何上去了？那是为弄得里去汪啷哇啦两高的一头痛好。哎，也是不必，你们风吹爽，哎，得要早些回府吧。哦，到底岳某大人好。手里心里想，高中的时候是开心，实在心里难过的不得了。两只一抱，根子屋里噔，两个屋里嘛走的是那些，一路过来，人到后梯跟谁讲？那个不得太怂啊！不用了，轻松80不得哪怂了？不要么说让我不子出来，我说他老师要来滚家，让我原来都想到这，我说他受害了啦！我说谁要来滚去家？有那个辰光他受了啦。那么我讲那样说啥部队锅里吃了红的，红的是往哪子也是一块子哇？你根本不是一样，我听见别人讲说，吃这天上山里呀，天空流血。哦，那么是说的，他理也这样，你们哪弄法子呢？现在夫人受好了，下分晓得，哪弄法呀？现在。你上去辰光哇啦喊上去，哎，这是来要来着，哎，夫人啊，你们通得哈，弄个点事体讲不你听嘛，让夫人还等流浪准备起来，哎，真呀，发个马和滚起来，是吧？来要这多当心，最好当心啊！哎呦，他来要来着，哎真，哎，师傅呀，你们那李白老师要来滚去，来要来苦难找。是呀，说个通得来，刚准备对锅里红干鱼个怎么套红个颜色，来套点什么呀？哎，我受好了的呀，我让等来亲自用把为啥的？那个20万和皮带流浪来，那现在我哪弄出个啊？修来滚去，老套一周年的滚都会便当，要么部队锅里红个我们弄不出来，也没办法。现在想他们来下来从屋里走，让他听这个声音，说的因为20万找休子，结果就我声音晓得20万老来在，等到搿只脚到外房间要走到内房子了，搿老头走嘛走不去，头发嘛擦晒，没好凳子上受了了啊！要是等声音到处不动这么个老头。好，忙着我的步子去，小来滚去小来，两个屋头谁的一刀给打，看见夫人让滚么两屋头眼头这样，这样啊，真个高个叫啊！哎呀，我也不晓得我啊，高什么我只晓得高，跟他现在看上去是像真个啊！啊，为得你只有辰光，他真个去吃白皮饺子。那几想也走得哪想？明明晓得你高个，哎，为得走得这样真个人啊！20万那么，可得给的，一看见个夫人热浪滚嘛啊呀！我了，烧鸡嘛，吃着皮上嘴是这样的强的。你都讲吃到子皮上嘴是个头上这个一头浪头，你看个夫人呀，可怜浪滚过来嘛，智力很上啊！夫人呐！老大，等滚过来，滚到20万个休子旁边，起2只手，杀一把，老相公，你还得我好姑娘，不来是看上去马上就要头起来，哪晓得你夫人你拿那个牌照了，你拿夫人的手照了嘛，就是手浪向出来个后发得个冰冰一
再对你面孔一口羞羞红，我讲酒汤汤的，大家痛得不来事。今日夫人作孽了，送来份滚血的呀，今这第一趟呀，滚得来就是吃粥也是滚，面孔所谓羞羞红，酒汤汤的，手脚滚得冰冰硬，你当时吃到个皮上嘴，所以对准这个夫人呐、这是赵文华的侄子用计离来你夫人了。老他给一把子炸了，老子说我脑袋炸了啦，那也得啥辰光放呀？要等我女婿到出王城30里路，那么我好放你打哪里炸了嘛？真的不放呀！那么我这个真勇男人心中有数，可啥人不能老上骗到流浪去？那么就对高山口口，该辰光不走等待红事，该辰光不了，你来正带你低头，刚起刚来说一声，这个你说脚到后头去回头一声阿掉，在回头上走马，你走吧。真用趁这个一个机会，是他走，心里想感激老上，老上品质上一点老性命救我随便哪一到后头用功尽多，所以了真用手上让你得罪，那么你是为哪你不理抓老子吗？不叫你放水，夫人，放水啊！我去请大夫与你医治啊！救你的性命，他救你的哪好走吧？不难一走是我女婿会打得的啦。这些做些我女婿是吃老大的用过，根本哪弄法你我今朝随便拿副不来走。哎呦，谁人家招了你不用养的，要弄闲话去砸了你们对。老头想子一想没有，哪去砸了你法子？那里侬从前年纪年岁头，夫妻成亲的事体，一脚讲起讲到现在，侬却讲对，让你老男人不来追。哎哟，老相公啊，夫人，还是你两家神父亲，一时确实少定呗，你今早是他名为谁？你的将来生死。我恨相公，你诚心分我债。哎，相公啊，世间最内藏多皮。你的帮人要人懂，相公啊，世间切身偶因砒霜冻，我现在已经恰恰做起，你嘛不必，请相公不必请良医，你在帮着背部我得了气，我双眼的与
我妾身跟我一道义，从今父儿妻子永分离。老相公，你此刻要去见大夫，恐怕妾身来不及。你还是等在旁在，等我妾身得妻之后再走吧。你是来听我这个两句话吗？老夫妻几何年数子，想不得现在弄啥个女婿，谁弄啥个老高兴，哪对得是你呢？心里一手嘛，一动眼里得下来，那一动眼里呢？总归两动眼里，哎呀，因为你是为一张眼睛了，所以得一动眼里。大夫，你妈妈那是在等你的，等你头起怎么为啥？我告诉你，老夫老妻总归等着。既然你是为，你不要等这个，你要等夫人头起了，到将来你头子起，你未婚头起的了，哪等得让你放弃到此结束？以宋大女子饶问我，恶中失计，要下杀真勇。这桩事体呢，其大女子年事为高，这个年事为高子到流浪去讲不讲是要听，你夫人听见就要接了。我个男家跟男人真叫这3日天，现在要用砒霜做药杀。那么你夫人拿南海到流浪打男家，是哪家女婿上来？关家女婿，我呢非破一死。我无论如何要放那女婿到罪，但是有一桩。今朝你无论如何，前面浪向最热拔出来了，你不好吃了。你非要认为一把嘴屋里撒出来了，你多好吃嘛，我还好吃。你3杯才是好酒，剩下你的1杯是毒药酒。关到女婿，你当心啊！你爱惜的杯子拿起来，只要做样子，你无论如何能吃。这杯是砒霜毒药酒，真用答应一声，那么分开。现在呢，你是为一切在是日子，一扎都听，都听老乡当中一种，81种，从前不有的呀，81种把它贴当中，今朝个等都有要办呢。随时那里给打开，而且一张台子啊，小女，真叫哪个手法？老夫妻要平八平手，小夫妻面对面手。老太等到看见晓得，今朝该讲，一张台子4面了。那么小天不手都11点呢，一扎台子就挺脱一面，这个一面呢香炉拉起，把这个作为了，不好容易。那么老他心里头一点这地上，我爱惜的当你老男人两高的平八平手，老男人受了3岁，我受了5岁。个女婿呢，受了你上人的一面，东面。那么老太主你的哪得讲？是个女婿，龙家杯子拿起来要吃，那我花银子也花不上，叫贴也贴不上，越去贴了你实在着了，想起拿水去拉你个手指骨，拉不上呀。
距离不小是这地方上路的了呀。那么哪能发现？哎，给来夫人想出来，是老相公啊，今朝你个灯是都有要的，你老相公呢头上纱帽，身上红包，我呢风骨腰背，但你才是大当辈，跟你有的说一少不说一，说什么吧？台上的垃圾。香炉作为老太子哪种呢？你受得苦长的，你老夫妻两家头面对面，你们上头说，那我们受了你对面，你都是要夫妻两家头面对面，那么老他有啥想法呢？靠雨水了，就是女婿。跟女婿受了雨水之日，昨天到爱些忘记的杯子弄出来要哈个辰光，我台子底下为好去捞，为咱们弄着叫，为好听，叫你不要吃。搿点是老太想得周到。你是为按国上分国上，你是为只想老家想想受得顺一点，苦长的，到分享上十来点。现在听见说自家手嘛，买好大夫人，时光不早，实在吧，老相公，亲呐，一岁，哎，玉梦大人，亲，实在吧，哎，是亲呐。还上农收，那么四面不才有人收，天不同人想，今朝个等最老日时，随时为只要啥呢？等那个班子只要吃好了，马上一件轿子送到那兵部府嘛，让你去洗了兵部府里。所以多人把酒队嘛还有啥？下人。是正来走啊！旁边头过来个童儿，叫佘伟，佘文我身旁边的童儿，周少披上走。咁哪会得周少披上走呢？你吃之外没啥事体做干，随时大人关家里，你再做个点事体还子。其实呢。一把酒壶啦，叫鸳鸯壶。搿把鸳鸯壶怕啥个用上呢？十分我弄好了，预备时哎，你送满王臭味。皇帝请得来，整一部有些家贼看灯，请皇帝来看灯。你还晓得皇帝啦，多数在对些。当那绳子登了一道，就说吃么子了。随便啥么子要拿谁吃，里有吃。上天嘛，占卜搿里向非有毒药，破死。所以想出来搿把酒壶叫鸳鸯壶，一把酒壶里能够杀2样酒。咁么一些的到皇帝旁头，一把酒壶里杀出2样酒，你皇帝吃个砒霜毒药酒，你送吃个好酒不为死个，搿老是第二是第二个。所以关照人物来去想办法，乃么弄人工上一把酒壶，那么搿把酒壶啥个么子做个呢？还是金子个，还是银子个，还是荷包肉个？侪不是。金子银子啦，它手里向包子多个么子，要变颜色个，再过像银子块一样，你非说吃到多个么子，就像是煎着点皮带啦，会得发黑的了。那么用啥个么子呢？顶顶好的一种叫地动色，搿地动色啊，有硬硬劲的。搿把酒壶呢，讲起来那蛮简单，只不过搿个人啊想得差不容易。海两个好的色相，一道动脑筋。我搿把酒壶呢，是个一格两，每动一把酒壶的当中等于2把酒壶。里向呢，一只酒壶子
这个里向有2招3个最用之。那么上头的阶段命金，主要的问题了啥？然后呢，命金子了一般啊，叫你讲这3个平口，那古木之事，那对得不出个。另外有个出气的然后，理是一样的。那么2把最后呢，有2根布子通到后头，这个最平了。并个里向呢有2个洞洞，一个洞洞上头有了红星，一个洞洞上头有了6个星。家庭讲呢，今朝要烧砒霜粥，那么这头子呢，拿6个洞洞吃没，好粥烧不出来了，烧出来呢砒霜粥。那么烧好粥呢，拿红星的洞洞吃没，6个洞洞空气流通。烧出来的呢，好粥。历史一把粥里烧出来，现在有调子把粥在心点点。啊，夫人，都有粥，真真爽爽，请拿。要想共情啊，请，哥也是一个。夫人还是这样一个。等到杯子放起了，对女士们来看看个杯子人就不动。哎呦，你自家个口是不会死啊！砒霜的杯要吃啊，你不吃哪会得死呢？对把酒来对个烧嘴旁一口口，一人说：“哎，不来让你们2杯，那可里1杯也分吃。那现在烧第3杯子，你打上第3杯。”让你好哈特一口，哈哈够，那么再叫你哎，给你烧菜。对，小人正走，东头人的意思。那么李福清呀，你多2杯，或者2高头1头上便当，那么得你搞个胖杯，我呢拿把最后拿了水里，顶了子里上，杯要得你烧。夫妻1杯半杯也要吃，得了，拿把鸳鸯壶拿到水里，6个洞洞吃没，烧出来的砒霜粥拿好了水里，那更少客气，只要进来还是，所以大人妇人们的进好嘛，谁等这一杯？哎呀，那么大娘啊，新姑要回分吃个了哇？是啊，医生来，干杯呀！大人、妇人才2杯子新姑呀。那么那几3年，那1杯动啊运动，老实讲都有走，头有顺顺爽爽，起码2杯。来呀！那现在大人得来了，胖杯子呀，来干杯，干杯呀！来呀！那么个真勇将子，真勇上来打，你想敷衍。杯子拿到水里嘛，哎，有某大人请。现在就说拿子起来嘛，一个得你干杯，冬儿最后拿好了，根本哪弄法子呢？不离不知哪想出来，叫法不？哎呀，有某大人，小水不会饮酒，今日都有罪，一定要喝。等你吃醉嘛，你不妨。稍微点轿子收为抚养，怕是什么啊？新姑娘那个说得出个，自家一点点个嘴巴会得吃这个了，那么自家非一日头啊，搿只杯子比较小，男人吃个半杯，因为那个嘴烂着。那我当那第2点热粥呢，喝他半杯，3点热个下去，吃了让11点，来娘，啊呀！真用上那么会接在，这说个这杯子拿子起来放过来着，你哪弄法子呢？对了，让妈妈，你快种非要吃，我是非要吃呀。现在来看，2个人别老子上，一个半杯，一个顶老子，当然磨一磨。那么个这杯子放不下来，都让忙自家举半边浪移过来，这个哪弄法子呢？真用实在弄这样子。对了，让我们看看来，害我非要吃，我是非要吃。现在龙江真正不吃了，你都还要逆心的呀！你哪得里不吃？还是少人讲不跟来听古仔？
这个事体也讲的着，老夫为救归头人光嘛，正用龙江往几半边扒过来嘛，说叫搞空杯子往台上扛一放，你是为一个脚，不爱的，是的，我只要吃一杯好，这个一杯只有下去到底细推细推，都要走，用不了多吃的，还晓得你们哎，各一口哈口，个老太觉得了水家冰饮，那老周个家叮叮进门写着。跟你来阵受了撇代沟了，这个杀嘴巴有口口那个吃了那边弄错一杯啊，个台湾不去4杯，3杯好走，1杯都要走，2个女婿大杯都要走去弄到你打来啊，都有点无事事，有点慌，谁把酒对目眼睛呆子杀子有社会了了口，社会阿懂哪不懂？看得出关，大人让吃头辰光了慌，挂你反挂你，因为这个么是吃着也死个呀，不是社会大会统一统得来去讲理呀。代理妈妈你放心，我吃子饭一日带手做个点事体，那是讲专门拿啥皮上走的，一日带晚上日烧晚上日烧，哪我都弄错他呢？所以不就是那代理妈妈。大人啊，请用嘴呢，多多点点请用呀。我要多多的你这个样子啊，不要紧张。你因为杀得皮上走，都不够子。夫人，夫人，请呐，老相公请啊，你是请呐。曾永祥还请得没给讲。那么你到杯子拿起来，我也不能够不拿个。脑子嘛特异了，哎，刚就想吃不吃，拿可以拿的，我拿了水里可以啥道理？所以拿起来啊，岳母大人，哎，请呐，请哎，请，觉得男是挪挪，做样子，个妇人也要紧。我王管着是管着女婿啊，那张杯子那不要去动的。你现在脑子出来，哎，一定哪放下去呢？老太主你得忘记他是家，所以要紧张杯子，还分为分下的嘞。哎呀呀，意思都有这，亲啊，要都有你结婚的家。对了，让妈妈你放心呀，我晓得是皮上嘴阿会吃个了。不委屈的呀，做样子呀！哎，岳母大人，请呐，放下来。等到你放下来嘛，老太还放下来，双方心和定一定。那你是为你一辈子，高一口一口，老太一口老男人杯酒，哈特了，你自家杯酒还是高。第一杯，哈哈哈！总稍微要敷衍敷衍，不能够就是看闷吃了。啊，也是。哎，岳母大人，今日三朝一个，少点点仔细一些。你们夫妻为主编不服，到某月吗？唯有明日来接你们归家，送某月啊！啊，今日阿去，我不晓得是专门吃个菜，稍微等一些些这样是的，来听你讲大也好听。今朝嘛，是不是三着？下来呢做梦啊，我们这里进到来，功夫也好。我都无来，真用呐还是好服役哟，岳大人。但某月嘛，我们早须回来，到大人跟前请。哎，是啊，下人正罪。有什么？那么哎呀，再弄个把鸳鸯
用不着。少帝与另外与外部罪物了还得鸳鸯物色的一手一样，因为再用鸳鸯物啦危险。另外侬不好罪物打拿过来嘛，怎么样？请用罪。夫人们就是如此。夫娘，请用罪吧。沙河嘛，罪物旁边一放。你是为那么心要定定，不然吃第一杯酒啊，有点紧张的。啥道理？不你个个不酒我喝得两人动呢，弄两个东东全部吃没，顶到酒来杀不成，有个地面对。所以这个社会真正出光人心的龙马实身，托出一只钵里向两把酒，一把鸳鸯物，还有一把得鸳鸯物色的一色一样，不是鸳鸯物，得给他往旁边一放嘛，最后打拿过来，就是拿把鸳鸯物。这边股份烧错他个，顶顶要经看清爽，自个有什么，那么大，先拿个红的东东，有了红心的啦，东东吃没，披上最吃脱了，为个绿心的东东流空气呢，烧出来的是好酒，那么你追过来嘛，得天官门前，嘿嘿，怎么样啊？哎呀！金家都有罪，斗斗有有，人人上上。哎呀，请用嘴吧！嘿嘿嘿嘿，烧好一杯，因为这杯子并不难懂，小色的，比女眼中呢稍微大上一点点。那么在追到夫人们前，夫娘，金家人人上上，斗斗有有，吃斗有罪。这规矩，烧好大人，杀夫人。杀好夫人下来呢，那么要杀新姑爷，新姑爷下来再进三教，这个是规矩。李南京啊聪明，倘若当中往里改一杯砒霜酒，留下来再杀好酒了，可以。因为这个醉壶这个前头一头呢，老实讲，两只醉壶子当中的有头侪经过的，那么这个经过一头呢，作新吃上砒霜酒。是不是头皮痛特异？不知哪不里想出来的，人啊聪明。大人们的一杯好酒，妇人们的一杯好酒，小家们的一杯好酒，一道烧脱。那么的小家们的，小家请用醉，三杯好酒烧脱，那么呢什么一杯砒霜都要醉。这头子第二个方向，第二上然后呢，拿6个东东吃没。红心的东东不离流空气，烧出来的砒霜酒。两高头小夫妻面对面了，今下子你来整理，让对过来的辰光嘛，拿把醉壶，让走个辰光嘛，漂亮一样。啥天，张破飞里向砒霜酒的嘴角顶了海了，不多个，摇一摇闻，娘奶吃起来，洗得好快点。到真用门前，哈哈，谁个呀？哎呀！都有罪，斗斗有有，人人上上，请用吧。烧好一杯嘛，最后往正旁边另外个然后一放，真用呢来让口，不晓得了还抱着。耶，我不晓得这是砒霜酒，我中国吃子西了。现在老上们当我讲，这个是砒霜都要酒吃子要洗的，那么你得要看看。看看你10万门子一杯酒呢，但自家门子一杯酒差不多，没啥区别。再仔细一看啊，不立刻指出来子，啥个浪有点两样呢？介绍你10万门子一杯酒了，上头忙到下头必不相亲。自家门子一杯砒霜都要酒，亲还亲的。亲的当中有一点点混，大家这个就是砒霜。正因为有什么了？那么你带杯酒口口，老少们管叫我非要吃，你有办法救我的？我们呢，当然不吃。手让不动啊不动，动儿等到酒杀他们过来，大娘啊，请用酒吧，夫人，请姑爷，小乔来，请吧，请吧，请吧，夫人都有罪。请呐，老相公，请啊！
一般，你是把罗扎杯子汤撸起来呗，要想哈着。哎呀，啥了？哎呀们，